国际消息，咱要带大家先来关心的是泰国伫8月22日的时阵出现亚洲头一个 M 株病毒第一分支的主分支的病例。这是一个对非洲入境到泰国的66岁欧洲的男性。也那咱台湾疾管署发言人德一军是表示讲，这个病毒入来到台湾是早晚的代志，目前国内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。M 豆疫情最近伫咧国际之间继续伫咧传。泰国伫咧2日证实，国内出现亚洲第一例 M 豆病毒第一期分支的支分子病例。这位病人是66岁欧洲的男子，14自非洲入境泰国曼谷了，过2天因为有 M 豆的症状被送去病院，目前已经被隔离。ฝีดาดวานอนไม่ได้มีการติดต่อที่ง่าย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บโควิดนะครับต้องสัมผัสใกล้ชิดจริงๆเพศสัมพันธ์นะครับ入境泰国的这位 M 豆的病例，当地疾管署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，同时也开始监控甲这位病人有密切接触的43个人。泰国也表示，自这么开始，对42个风险国家入境泰国的旅客拢爱登記，而且伫入境的時陣才接受檢測。การใดๆเลยครับไม่มีอาการใดๆต้องผ่านพ้นไปกี่วันนะคะ21 วัน21 วันถ้านับจากวันที่21 วันหลังจากสัมผัสใช่ไหมคะคือเราต้องนับไปถึงวันที่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วันที่14ครับเราก็นับไป泰國嘅這件病例顯示，非洲嘅 M 豆疫情已經進入亞洲。咱疾管署發言人陸一軍第2日表示，這個一禮拜就增加1000外例，疫情是傳到其他國家，這是無法度變變嘅代志。喺亞洲地區，台灣因為無直航非洲嘅航班，所以風險是比這個國家較低。但是病毒進入台灣是早晚的代志，因為咱國內已經做好相關的應用準備，希望民眾唔免傷過擔心。畢竟非洲的 M 豆疫情，疾管署佇咧進前已經提升非洲7個國家的旅遊境界，而且佇國內機場、港口加強疫情的宣導。佇機場也已經對來自非洲或者是入境有發燒症狀的旅客就來做衛教，同時會發就醫警告單。互民眾去看醫生、採檢，地方的衛生局也會繼續追蹤。一那伫疫苗藥物的部分，目前咱國內 M 豆疫苗庫存差不多有2萬劑，到年底會閣再進貨1萬劑，大概會當提供予7到8萬人。一那用食的抗病毒藥是差不多有440人份。公司新聞新樂配編譯。